日本群魔歌仔町要出现伫咧2026年的台湾灯会啊！文化总会甲嘉义县政府邀请日本清心的群魔师来到台湾创作，要做配天宫破马的歌仔町。未来3月初7参加灯会游行，正做今年灯会的特色之一。 一年一届日本清心群魔节是日本东北地区热天8月份的代表祭典。今年文化总会特别邀请日本有名的群魔师来台湾，参加今年3月份嘉义县举办的台湾灯会。群魔师团队拢总8个人，准备打造一个专属配天宫、破阿马、千顺将军、虎爷公台湾版本的群魔歌仔町。日本ではあまり神様の信仰っていうのはですね。 薄いって言いますか、あまり信仰深くないんですけど、台湾におきましては、ほぼマーズ様一択で、信仰心がとても厚くてですね。 清心群魔是一款以插头、铁线和纸等材料手工做的大型歌仔町，历史上上久会当对1700年代讲起，是日本东北3大祭典之一。逐档的祭典期间，拢会吸引将近250万人参加，而且这届是群魔师让25年，搁伫海外制作大型的群魔歌仔町，背后有真深的意义。今年也是311日本东北大地震15周年，今年的灯会。 刚好就落在311这个时间点，所以我们有机会一起用光点亮象征跨国友谊的睡魔灯笼。 这届活动嘛邀请嘉义县在地学校和群魔团队做伙游行，文化总会毋望会当透过游行歌仔町，伫咧今年台湾灯会，和台湾和日本伫咧文化历史上有更较深的交流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